台南市妇女会在母亲节进前举办了台南市区籍母亲节表扬大会。主办单位今年特别以模范大家新妇为主，在众多优良的女性当中，选出6队入选。每一队都是实至名归啦，每一区那个送审的时候资料都非常的圆满，然后我们的常务理监事也有去家访，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子孙满堂，还有和乐的家庭非常的难选，所以这个6队都是实至名归的婆媳在一起和乐的不会未来有发生社会的问题。你也知道前几天有这个老照顾老也发生了遗憾的事情，希望在美好的社会环境让家庭环境之下的成长会更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在我们的台南市妇女会这个婆媳已经颁证了70几年的活动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还会继续办下去。也谢谢今天所有的我们的台南市妇女会的理监事，还有各区妇女会代理的理事长带领的所有的姐妹们，我也感谢他们可以把今天的活动这么办得那么盛大。透过这个家户轰炸遴选出来，将代表台南市参加全国模范婆媳时，评审难以选择，最后由大家理事会新妇刘媛媛来入选。因除了工作13档以上，理解3代共同家庭和乐，尤其理事会今年也是8区选出来模范母亲，最后才决定由理事会刘媛媛来入选。我今天很感谢我们台南市北区推荐我当选那个模范婆媳。我媳妇跟我们结婚到现在就已经住了差不多12、13年了。然后在公司，她是我最大的支柱，在家里也是贤妻良母，什么家事啊什么她都全部承揽。所以我很感激我有这个媳妇。我很幸运来到我这个大家庭，然后我婆婆公公对我都很好，所以我很感恩我跟我婆婆的这份感激。妇女会长期关怀弱势，推动家庭教育，甲促进社区发展等面向，扮演着关键角色，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单位。妇女会表示，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妇女成长甲社会服务，深化家庭价值，并连接社区，让女性的力量在社会各界持续发光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